政府吼，这个消防公车对咱新化地区吼，尤其咱大坑里、跟大坑里吼，这甲偏远的中部时段吼，若要就医，还是要去咱新化街啊，还是要往咱市内吼，当然是真好的一个施政的措施啦吼。为咱这个山区的偏远地区来做了这方面这个交通，带来互咱这山区这个老伙仔真大的这个方便。有真侪所在吼，必须要是毋是搁干提升一挂，就是讲这个点、这个据点呐，要来扩大，要来增加。我们把原来的绿14跟绿15的2条公车路线，把它变成是小黄公车路线。我想这个对于在地的居民的需求会非常的便利哈。那小黄公车的特色就是，它有预约班次，所以除了我们保留原来的这个尖峰学生比较多要搭的这个大车班次之外，把离峰的班次通通变成小黄公车。另外是因为变成小黄公车，所以在这些固定班次以外，就可以来预约搭乘。刚刚沿路从172线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非常狭小而且弯弯绕绕，确实我们用计程车的车型来服务是最佳的，而且效率也最高。那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在上半年就开始规划第5期的小黄公车路线，总共会有11条。那都开通之后，会把行政区扩展到27个行政区。咱这小黄公车呢有2种方法。一种是固定的班次，就是甲咱一般坐公车相同。哦，你当站牌仔看时间表，时间到的时阵车驶来，记看到这个小黄公车的牌仔，会记甲下手，车就会停来，互大家当来坐。哦，第2种呢，会当来用预约。若要预约咱小黄公车，就是上班前一天下晡5点进前，哦，打电话来咱这个公车的公司，哦，就会当2个人以上，就会当来预约订车。而且咱站牌1公里以内，可以当到府接送来服务，哦，非常的方便，欢迎咱乡亲多多来利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小黄公车的好处，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次的说明，大家都知道了，是计程车的服务，这个公车、大巴士的收费，对环境也好，减少排气减少废气。那对这个消费者也好，因为他们的享受会更舒适；对业者也好，因为他们的成本可以降低；对政府也好，减少碳排，大家都高兴，所以是一举多得的一个政策。台南市的公车、小黄公车的覆盖率已经高达超过92%，达到公路局的标准了哈。那我们是从55%哈，从108年从55%的覆盖率，一直到92%。这几年来，交通局的努力哈，大家都看得见。那也感谢业者的支持，更感谢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经费的支持，让中央跟地方协力，提供民众交通的便利。希望小黄公车的政策能够持续，让服务更多偏乡的民众。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31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举办的2025台南好养跨年晚会，因为请来艺人阵容坚强，这2天早就有歌迷提前伫会场排队等待，尤其是为着要来看韩国的艺人李俊浩。今仔日下晡，市府嘛提前举办媒体见面会，佮准备一道澎湃小食美食。提前欢迎李俊浩小出来台南跨年演唱。2005年台南跨年演唱晚会将伫31号登场，其中包括日本女团玩法已经先透过媒体甲市民见面。另外一个重量级的韩国艺人李俊浩嘛伫30号暗暝来到台湾，市府31号特别安排一道澎湃小食美食来到大园皇冠酒店来热情款待。同时，先公开甲媒体见面，分享伊小厝内台南跨年的心情。因为拄着韩国空难的危险，不过会中以稳重的气氛，感谢台湾粉丝热情欢迎。我知道，把今天的特色
多人就是跟我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间嘛。那希望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们跟我认识的人们都可以度过一个幸福，然后健康，然后一直发生好事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那我今天也是会抱着这样子的心情在舞台上好好的表演。那希望就是今天的演出可以顺利圆满的结束。李俊浩面对市府所分享满满的美食，其中上好奇就是爱温姜甲大油糕的食法，表示一定会食看卖。我等一下一定会吃那个番茄沾姜汁。面对跨年演唱会阵容坚强，其中委特强调，只要市民介意，未来会持续邀请表演艺人来参加，吸引全国民众甚至全世界朋友拢来台南。我想说，尤其是第一次在海外跨年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高兴能够迎接到李俊浩先生。当然，我想也谢谢他来到台南。那我们也将待之以礼非常好。我们台南都很好客的，我们会把最好的台南的一面以及台南的这个特产或者呈现给他那也希望他在台湾停留愉快。我知道他有很多行程，那也希望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在12月30日2024的最后一天，也是台南400里程碑的最后一天，能够共同来台南来参加跨年，来看最好的这个演出。市府表示，袂当到现场的民众买当收看转播，欣赏李俊浩等艺人上精彩台南处女秀。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开了2亿兴建的永康区专门运动馆，优化永康运动公园，以及户外景观共用游戏场。31号举行动土典礼，预计伫115年中旬完工。不但改善公园的环境，未来周边的生活环境嘛将大大提升。今日是2024年最后一天，同时嘛迎来永康区专门运动馆的动土兴建。原本中央只稳准人口超过20万，才设入国民运动中心。现在市府跨区运用市预算资助2亿，要伫永康中校体育公园来兴建专门运动馆，上午举行动土仪式。上枪口，就当给我们体温球友中间喝彩。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终于迎来了永康全民运动馆的这个设立那其实这个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做。在当初中央只允许说，在赖清德前市长时期，只允许做人口超过20万的地方才能够设国民运动中心。后来在我任内，中央愿意支持，就是说来跨区来做那个全民运动馆。那但是呢，台南市还用自己的经费，然后另外在永康要设立，觉得其实台南市有很多民众喜欢运动，那我们推展全民运动也是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央的资源给我们的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只好用台南市的经费来设立。但是因为这样子那招标真的很不容易，今年终于标出去，而且有厂商能够赶快兴建。我们期待永康的全民运动馆赶快兴建，赶快完工，提供全台南市最大的行政区永康区一个民众比较适合的一个平价的这个运动中心。现场出席的包括市长黄伟哲、体育局长陈良谦，以及永康区长，甲伫永康区在地议员拢到场，共同祈祝工程顺利。市府体育局表示，永康全民运动馆规划地上2层，户外广场规划共融式的游戏场，预计115年的中旬来完工，希望达到全年龄的运动目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年新气象，最近想要将厝内老旧汽车换新的市民朋友，就爱把握这个好机会。台南市114年补助方案出炉，不止扩大补助对象甲金额，上悬补助34500块以外，佮首创将不留的业者甲因水的财损户纳入补助。
到底有倒一寡好康呢？带大家做伙来了解。机车是都市市民主要交通工具，但废气排放对着环境影响唔通轻忽。台南市114年度补助方案好消息出炉，不但更加多元，而且延续113年广受好评的青年专案，针对18岁到30岁民众，又有专案2.0，厝内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偏远地区以及中低收入户专案，展现台南市推动低碳运输的决心。我们现在是延续我们市政府的轻盈的福利政策，还有延续我们过去偏远地区或中低收入的关怀送暖，打造2050近邻城幸福城市。那我们今年明年的一个重大变更就是过去一生一次，那明年开始一生不限一次，只要你在申请补助的时候，过去所拥有的补助车辆已经报废或者淘汰，都可以再来申请了。第二个，我们也观察到过去补助电车的部分已经使用多年了，我们也开放5年使用电车的可以再回来换购了这个部分我们是重大变更。那至于扩大的对象，我们也一直在看南科一直在蓬勃发展，外地的青年都移进来，我们也鼓励移进来，把车籍、户籍都移到台南市。我们来补助月租费，最高500块每个月，那以49% 为主，所以你要记得拿你的契约书来跟我们来申请。依据近邻永续城市管理自治条例，物流以及外商业需要逐步采用低碳文具，因此今年新增物流业专案补助。针对我们的近邻的一些概念，我们把物流业者也加进来，我们的补助对象包含延续过去的幼幼专案、青年专案，这些都是我们的补助对象。那今年我们也把补助的金额提高，就像我们换购的部分，以我们的补助，我们就增加了8000块左右。那至于中低收入，我们也希望他因为他是属于弱势族群，我们也看到道路交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疑虑，我们也把我们的电盾微型电动2轮车跟自行车这部分加码补助，我们提高到1万块左右，1万块左右。我们希望中低收入可以来转换这种比较低速的来确保交通安全。环保局提醒，民众需要先向环境部车辆太旧换新底换煤合平台申请补助，而且车一款期一定要写为台南市，以免影响后续补助申请的权益。补助相关的资讯，马当请望环境部车辆汰换换新底换煤合平台查询相关资料。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创会已经47周年的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一直协助政府做外交。30号暗时举办第43届会长交接典礼，由张副全医生正式接任，包括外交部、台南市府会代表以及各界精英拢到场观礼。同时，嘛热情欢迎立陶宛朝鲜访问团首次来到台湾参访，场面盛大热烈。正因为台湾不断受中国打压，嘛凸显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以民间力量持续拓展城市外交的重要性。该会在2月30日进行新下任会长交接典礼，伫公馆注意苏清泉感交张副全医师对苏鹏建会长手中接下印信，正式担任第43届会长。这个热忱，然后更有强大的意志力跟敬业心，他更有着爱国的情操，他更有伟大的爱社会的一个社会责任感。所以他还没接任之前就跟我讲，他今年一定要拼了他本身最大的力量，把我们外交学会台南市会带上一个更新的旅程，这样好不好？一年我们会努力来促使我们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的第2代，也就是说直系血亲的第2代，也能够在每一个月的例会来参与我们这个例会。让我们的第2代呢，也可以来了解我们这个会务的一个推展以及性质。
高阶典礼当中，包括外交部代表、这医界前辈等各界精英拢到场见证。更难得是立陶宛朝鲜访问团嘛首次来台湾接受台南市会热情款待。会中台南市萧局长嘛代表市长出席颁发当选证书，场面盛大热烈。42届会长、苏会长有满满的一个绩效，那也希望第43届的张会长的领导之下，在新的一年可以呢更创高峰。国民外交协会真的是如同英文的这个 People to People International 这个台湾 chapter， 的确是我们这个人民跟人民之间建立起这个友谊跟外交的最好管道。那其实也符合了我们林佳龙部长他的人人都是外交官的理念。总会47档的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除了主办国际性大型活动，也甲韩国蔚山、蒙古乌兰巴托以及亚美尼亚首都地嘅姊妹会，一直协助政府拼国民外交。利用这新的一档，大家嘛互相祝福，要借着民间力量，互全世界看见台湾。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一位40岁科技业作业员，3天前因为头壳外伤，诱发偏头痛，常常拢爱靠止痛药来止痛，不过偏头痛却是无法度控制。一直到今年，前往贵中合病院神经内科做治疗，医生采用新型的口服偏头痛的阻断剂，才改善症状。贵中合病院神经内科的医师吴尚德表示，民众因为头壳痛求诊，常常看的原因就是偏头痛，比率大约占60%以上。伫台湾的偏头痛盛行率大约1%左右，好发伫女性。而且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生的头壳痛。医师表示，民众会用透过54321的口诀作为诊断的参考。诊断的部分，我们有一个口诀叫54321， 5就是要有5次的发作，4就是4个小时到72个小时的发作的时间，72个小时等于3嘛，3天，所以叫54322，就是有4个主要的症状，包括单侧，然后脉动性，然后这个会有影响到那个日常生活，还会造成比较恶化。然后再来就是这个2个，其中4个要符合2个，再来一是怕光怕潮或者是恶心呕吐，再符合1个，就要54321这样子帮助诊断的一个口诀。好当然是不是确定这样以及它一些相关的身体的状况都会引起头痛，包括女生有贫血，男生包括一些痛风，还有胆固醇都有可能引起头痛，这些我们都要在事先排除。医师表示，治疗偏头痛对过去的针剂有肉毒杆菌或者是单株的抗体，到现在有口服新型的偏头痛的阻断剂，不但副作用少，而且口服嘛方便，对着急性甲慢性的偏头痛拢有效果。过去的话，从第1代的药，它后来有这个新型的这个 CGRP， 就是一个异钙素的一个相关基因的生态，它的一个阻断剂阻断剂之前是那个单株抗体，那个健保都要在审核，都要那个而且它那个条件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中间这10年来还有其他这个肉毒杆菌的注射实际上还是在进展，但是这个药最重要一点就是方便，它是口服的不管是急性慢性都有效，所以是对这个患者会带来福音。偏头痛除了靠药物的治疗，另外透过规律的生活、甲运动，
以及充足的困眠，避免偏头痛对着情绪的影响，嘛用个大大降低偏头痛发生的频率甲日次数。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阳光镇内青少年关怀协会承办政府的自立宿舍已经12档，但是却临时接到通知，伫115年元月结束计划。协会创办人柯素芬决定要倾钱继续办理，预估每一档至少需要160万的经费。良人为食餐饮集团的董事长林志宏就率先捐出10万块。希望号召更加多善心人士来响应。台南市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长期投入偏乡学童课业辅导，以及协助破碎家庭青少年自立。原承办政府自立宿舍已有12年，却被临时通知要在明年1月起改为补助房租。协会创办人许淑芬决定自立承办，帮助许多16到18岁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能够无忧健康成长后再回归社会。明年开始，我们自己要做，这些没有家可回的16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他们进入台南的这个整个大社区里面的这一个工作，然后刚好就在秋玲的引介下，良人煮锅的林老板他刚好愿意抛砖引玉的开始在我们这项工作里面投注关怀。那我们也我刚刚有跟他们谈及，这项工作里面我过去的经验，我已经有将近20年的经验了哈。如果这个区块的小孩子有照顾到，他们重新再犯罪的比率应该已经达不到20%。好，所以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这个区块里面去奉献一点自己的心力。所以我们的紧急庇护所的部分，即将在明年1月开始来展开。我们也很欢迎社会大众来，特别是台南地区的乡亲，给我们一份关怀跟支持。在得知协会的困境，良人为师餐饮集团率先捐出10万元，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偏乡的青少年因为缺乏照顾，然后他们呢在社会上会有产生一些社会问题。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工作机会，然后再加上一点鼓励，我觉得他们可以慢慢的在社会上变成一个助力，成为社会的栋梁。那我觉得做这个捐赠活动对我们社会来讲是有很大的意义的。除了捐款，安平最美火锅店良人煮锅也愿意提供就业机会，让青少年有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透过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让更多这些年轻人能够有一个平台来到我们这里，可以学习如何面对处理跟让自己的技能提升，然后也让自己有更多沟通的能力，在面对处理他们自己之后未来的，不管是在餐饮业或是在各个其他的行业，他们都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自立宿舍除提供破碎青少年一个住的地方，同时也希望善心业者提供工作机会和资源，帮助这些青少年学习自立。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高雄莲雅区有一间饭圆店，买饭圆不是一般的台式饭圆，而是日本式的锅饭团。每一粒饭圆的鸭拢真丰富，头家保留日式的元素，再改良成适合台湾人的口味。而且全部拢是100块有找，和食过的人客拢非常的娱乐。用海苔以及白饭作为基底，铺上最基本的午餐肉及玉子烧，再放上各式各样不同口味的主菜，给了霸气的握饭团差一点包不起来。这家位在武庙附近的小摊车，贩售各种口味的握饭团，每一颗的配料都给得这么大方，甚至连米都有称过重量。老板要确保大家拿到的饭量一模一样，给到这么豪迈，每个口味居然都100元有找，吃过的顾客都非常称赞。就觉得料都很实在这样子。然后推荐的话，会想要推荐明太子黄金虾，跟一般外面传统饭团都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有去冲绳吃过日本饭团，然后觉得口味都差不多，还蛮好吃的这样子。凯撒酱很特别，就是跟外面其他凯撒酱不一样，然后有一点蒜味，然后很好吃。这个吃起来就是饱足感比较够啦。那当然它用料也很丰富啊。那
口味上我觉得也没有很重咸或是偏那种很传统的那种很油腻的那种感觉啦，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给大家来尝试看看的。价钱方面，我们也把它用比较亲民一点，然后分量方面我们也都有做提升说，因为等一样的价钱，我们可能只能买一个便当，那我们把价钱压在跟便当的价钱一样，又可以吃得饱。那饭要称的部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客人拿到的饭团都会是一致的，所以大小也都会一样这样。一颗颗料多实在的握饭团，老板除了保留冲绳的风味，也加以改良成台湾人习惯的口味，并且加入能让大家比较有饱足感的食材，也会不定期推出隐藏版口味，让顾客有小惊喜。每次来店都可以尝试不同的主菜，也比较不容易吃腻。冲绳饭团会以白米饭这样下去做，然后再搭配海苔，然后还有主要的火腿肉跟蛋，这样它是最原本的冲绳饭团。那我们再加以变化，加上台湾的风味，例如说泡菜炸鸡，然后还有一些咖喱炸鸡这样。那也有保留一些日本的元素，譬如说他们卖的明太子口味的，那也是卖得非常好。以前客人会说这种饭团可能会吃比较没有那么饱，那我们现在也推出的是猪排类的，那猪排类的以一份给男生吃的话是相当的饱足，对。在台湾的传统饭团多半是糯米加入不一样的配料，而冲绳饭团则是以海苔及白饭作为基底，加入各样的主菜。如果想来点不一样的饭团，不妨可以试试这个冲绳风味的日式握饭团。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3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是秦碧纯，咱再会。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想从哪里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